今集返嚟我出生同埋成長嘅地方香港，帶大家去一間位於九龍鬧市之中好有溫度嘅隱世無冷店，好似入咗時光隧道咁啊！大哥大啊！無冷店有一個感人嘅故事，我哋仲見到大明星添啊！如果你仲未訂閱呢，就希望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同埋 follow Yan Loves Yan 嘅 social media 啦。如果你覺得呢個 channel 都幾啱你 channel 呢，仲可以用超級感謝功能嚟支持我㗎。我會分享更多歐式技巧 patterns 同埋歐式生活。今日帶大家去一間喺香港好有溫度嘅隱世無冷店，好易織 DK Yarn。好易織呢係位於九龍荔枝角道，不過呢，佢就唔係喺荔枝角，而係喺太子，所以最近嘅港鐵站呢，就係太子站啦。喺太子地鐵站 C2 出口出嚟，向住雷生春方向呢，大概行5分鐘呢就到㗎喇。未入冷店之前呢，都想介紹下喺同一條街嘅雷生春。唔知大家認唔認識雷生春呢？佢係喺1931年落成，係九巴創辦人雷亮嘅大宅。2022年正式成為法定古蹟。以前呢，上層係住人，下層呢就係跌打藥鋪。雷生春呢個名呢，好有寓意㗎。名字呢源於對聯：雷雨攻心陽灑露，新民仰望藥回春。寓意喺呢度生產嘅藥呢，可以妙手回春。建築呢曾經呢空置咗20幾年，未活化之前啊，真係有啲似鬼屋㗎。以前讀書呢都讀過市區活化，要進行舊樓翻新嘅同時，又要保留到歷史嘅風貌，其實要平衡好多方面嘅。但係我覺得呢，其實最難呢係要留住嗰座建築物嘅靈魂。而家好多市區重建活化項目呢，往往最後都變成倒模式嘅大商場、大住宅同連鎖店鋪，毫無特色。但係雷生春呢就做到啦。佢唔單止咧保留咗30年代最標誌性嘅弧形大騎樓，仲由當年嘅鐵打藥店咧變成而家由浸大經營嘅中醫中心，將醫藥救人嘅精神咧延續咗近100年啦。而家咧地面嗰層設有涼茶鋪同關於雷生春歷史嘅展覽，大家咧係可以入去參觀或者飲杯涼茶都得㗎。可惜咧我哋去嗰陣咧進行緊內部裝修，今次就試唔到杯涼茶啦。翻嚟今日要介紹嘅無冷店啦。好易織呢，總共係有2層嘅，有地下同樓上2層嘅面積呢，其實差唔多大。喺香港呢一個呢寸金尺土嘅地方嚟講呢，已經算唔細噶啦。而且呢入邊呢亦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無冷選擇喎，大家一齊睇下。入到嚟呢度呢，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。雖然呢，佢冇上一集日本嗰間嘅連鎖無冷店咁大咁多空間，但係呢，店主其實好識善用有限嘅空間去擺最多嘅嘢嘅，整齊又有條理。如果你行開冷鋪呢，你會見到呢，其實入邊已經包含咗好多嘅唔同牌子啦，嚟自唔同地方，包括歐洲、澳洲、日本嘅無線都係可以揾到嘅。而編織工具方面呢，亦都好齊全㗎，價錢呢亦都好清楚睇到。上到樓上呢，發現好多好得意嘅嘢喎。呢層呢係特別多一啲好 chunky 嘅粗冷嘅。仲有非常之多唔同嘅款式。玩唔玩呢啲袋啊？
呢啲好粗呢啲啷啷嘅袋。我覺得佢粗冷嘅款式呢，仲多過日本、英國呢啲款式嘅冷呢，非常適合新手嚟試下，因為佢哋唔容易散開啦，易睇針目，毛冷夠粗呢，好快就會完成到作品，好易有滿足感。有啲粗到呢，用手指織都得。呢個就可以，你都織到，其實好似你紮邊。小慧，你睇呢個幾得意？呢個啊，切卡哇，beginner yarn呢啲嘢，呢隻係咩咧？cotton 加呢個尼龍，好得意啊！呢個可以整洗碗啊！呢個咪用。另外呢，亦都有好多好特別嘅冷喎，譬如 T 恤冷啦、夜光冷啦、整公仔 Amigurumi 嘅工具、眼仔、鼻仔等等，用呢啲咁特別嘅冷呢，織咗出嚟會有你意想唔到嘅效果。老闆呢亦都好友善啊，知道我哋喺度搞震拍片呢，都冇阻止我哋，仲歡迎我哋周圍影。而當我哋有問題嘅時候呢，亦都好樂意解答我哋嘅問題。要注意嘅係呢，好易織呢嘅營業時間比較特別嘅，佢係喺逢星期2、4、6中午嘅12點至7點開門嘅，咁所以如果你想嚟呢，就留意下佢嗰日有冇開啦。最後我想分享俾大家聽嘅係，呢度唔單止係一個無冷嘅寶庫啦，最令我感動嘅就係一段關於接收嘅故事啦。唔知睇緊片嘅你有冇人係住喺大埔嘅呢？你哋有冇聽過大埔老字號陳伯無冷啊？原來上年呢，大埔廣場老字號陳伯無冷啦，因為呢陳伯年事已高啦，光榮退休結業，而好易織嘅老闆呢就好低調咁樣呢接收咗陳伯剩餘嘅線材，唔想呢啲嘅心血呢變成廢物。我覺得呢一種呢就係老字號之間嘅惺惺相惜，係我最熟悉嘅香港情懷，好有人情味啊！喺同一條街呢，都會經過一啲舊式嘅唐樓同埋店鋪，就好似呢間咁啦，似搭咗時光機，翻去以前80、90年代嘅香港咁。以前香港嘅製衣業真係好蓬勃，聽我婆婆講呢，以前有錢啲嘅家庭呢，屋企呢都會有一部衣車，可以自己車到好多嘢噶啦。當時有一門手藝呢，已經可以養大成屋化骨龍。印象中嘅我細個屋企係冇衣車嘅，但係我嘅父母啦同婆婆都係從事同製衣業有關嘅工作。睇緊片嘅你哋嘅屋企同製衣業又有冇關係呢？今次返咗香港短幾日，我哋全家人呢入咗場睇一出好想睇嘅戲《再見 UFO》。睇緊呢套戲呢，就覺得好似搭咗叮當嘅時光機咁，返去我細個成長嘅香港咁，會一邊睇一邊笑，又會一邊喊，好多感覺同回憶都返嚟。睇完戲嘅當日呢，仲同低級職員返咗去細個住過嘅香港仔華富村懷緬一下。喺呢一個圓圈嗰度叫 Mayday Mayday 緊急呼召，點知好彩咁，真係呼召咗戲中裏邊嘅最佳女配角出嚟啊！呢套戲啱啱喺英國上映啦，絕對值得入場去支持下。呢一集嘅分享嚟到呢度先，希望大家鍾意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